好像是很小的事，可是影响我人生很大很大。我记得我们拍《爱情魔法师》的时候，我都还没碰到你，我就已经耳闻你的人缘非常好，然后想说那个坏女人，因为我的印象还停留在那个很辣、看起来很凶狠，你知道的那个气场的人。没有人，你要想小小的我14岁看到一个那样姐姐，我会觉得她气场太大了，然后她又被打扮成那个角色，我就想说哦。他一定是一个很狠角色，然后结果就是剧组人就跟我形容说什么你就是那种人缘超好啊，然后男生女生缘都超好，然后我想说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？然后第一次我看到你是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你看我记得多清楚，小小的我，因为真的是让我印象太深。有一次呢，我就听到我在拍戏，然后那一场也没有你，然后外面的人就开始很开心，各种笑声。然后我就听到一个服装师服管就说：“糖糖来了啦！”然后外面就这样一片和乐。我忘记我那时候走出去，你就请大家吃什么，然后你坐在一个工作人员的腿上，男的女的我忘了，但是就是真的就是大家感情就是好到爆掉。然后我就整个觉得说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他为什么可以就是这么漂亮，但是不被，因为难免通常漂亮的女生，大家会觉得有距离感，甚至会因为莫名的羡慕嫉妒而去跟你保持距离都有可能。我就想说，这个人为什么可以兼具性感美貌，还有人缘好？就是这是我小小的我对你的那个制作公司叫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一件事情，你让我印象非常深刻，然后深刻到我在心里就跟我说啊，好想哭哦。我在心里跟我说，就是我也要当那样的大人。怎么会突然那么感性？因为我那时候，有一次我小时候不像现在，就是这么的健谈和了解自己。然后，有一次我记得是，怎么这么大的悲伤？卫生纸你在那边。没事，我觉得这个来自于那个时候可能很多的害怕还有感动，所以不是一个痛苦的眼泪。对，可是就是那时候就是记得有一天是情人节，然后那天我们大家的班都没有很多，可能下午全部人就会收工了这样子。然后我那时候也在我很小嘛，我也在一个很困惑的感情状态里，还有心理状态。然后那天大家就在讨论说，大家今天情人节有什么计划啊？你们晚上要干嘛啊？然后我就记得大家都有自己的活动，然后可是我没有地方可以去，对。然后当时我可能也不知道怎么跟自己的第一任男友说，为什么你不约我这样子？对，我觉得就是小小的小女孩心里的很多的委屈，不知道跟谁讲。然后那时候收工了，然后大家就真的解散。然后我就记得你说你要跟你一个姐妹去吃饭还是什么的，然后后来你就走，大家就走了。然后我就一个人在那个制作公司，然后就他们还在上班嘛，我就想说，因为我不知道去哪，但是我怕我回家我会崩溃，所以我就在那个制作公司就坐在那边发呆。我就想说算了啦，那我就走出门吧。可是走出门之后，我还是不知道要去哪里，我还是不敢回家，所以我就蹲在地上。你看那小女孩有多无助，我就蹲在地上。结果我蹲在地上的时候，你就回来了。然后我忘记你回来干嘛，可能是忘记拿东西啊什么什么的。然后你就说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怎么收工还不回家？然后我就说，我那时候也不爱哭，根本哭不出来，不像现在还比较放松。我就说因为我不知道去哪里。然后我就面无表情这样蹲在地上，然后隋棠姐姐呢，那时候对来讲真是姐姐，她就说这样子她就说这样问会不会很奇怪，还是你要不要跟我的姐妹去吃饭？然后她就说我是怕你觉得你也不认识啊，但是如果你没有地方去，你可以跟我们去这样子。他们就说你们要去过情人节。然后我就觉得说很打扰，因为想说你也不是认识的姐姐们，对啊，另外一个人根本不认识，我就说不用，你不用管我，你赶快去这样子，然后常常就走了。然后后来我就一个人回家了，可是那个事情对我人生有一些影响，对，我就在想，现在的我可能还小，不太了解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
但我就是在想，有一天如果我长大了，然后我有很多的爱可以跟人家分享的时候，就是我要当一个这样子的姐姐。对，谢谢。好像是很小的事，可是影响我人生很大很大。嗯。